屯門官立小學校長姚方睿校長頒獎，請李副校長陪同。學業金獎劉永文獎學金6B 班楊海耀同學。學業銀獎家長教師會獎學金以及體藝榮譽獎黃英就獎學金體育榮譽獎6B 班霍俊樂同學。學業銅獎李榮基獎學金以及體藝榮譽獎黃英就獎學金視藝榮譽獎6B 班陳傑彤同學。體藝榮譽獎黃英就獎學金音樂榮譽獎6D 班黃佩斯同學。服務生榮譽獎譚鐵林獎學金5B 班陸善行同學。6B 班黃千婷同學，請各位留步拍照。請以掌聲鼓勵獲獎嘅同學。多謝姚校長。咁接落嚟會頒發學業獎全級第1至第3名，恭請前任屯門官立小學校長易嘉怡校長頒獎。請李副校長繼續陪同。上學期全級第1名以及下學期全級第1名6B 班楊海耀同學。上學期全級第2名6B 班霍俊樂同學，下學期全級第2名6B 班陳傑彤同學。上學期全級第3名6B 班陳正佑同學。下學期全級第3名6D 班黃子朗同學。請各位留步拍照。請易校長留步。而家頒發6A 班學業獎全班第1至第3名。6A 班學業獎上學期第1名以及下學期第1名麥子柔同學。上學期第2名，下學期第2名余佩琳同學。上學期第3名以及下學期第3名陳子軒同學。請各位留步拍照，請再以熱烈嘅掌聲鼓勵獲獎嘅同學。多謝易校長。跟住落嚟係會頒發6B 班學業獎全班第1至第3名，
恭請屯門官立中學李慧冰校長頒獎，請李副校長繼續陪同。6B 班學業獎上學期第1名以及下學期第1名，楊海瑤同學。上學期第2名以及下學期第3名，霍俊樂同學。下學期第2名，陳潔彤同學。上學期第3名，陳正佑同學。請各位同學留步拍照，請再以熱烈嘅掌聲鼓勵獲獎嘅同學。多謝李校長。而家會頒發6C 班學業獎全班第1至第3名，恭請屯門官立中學黃傑興副校長頒獎，請周主任副校長陪同。6C 班學業獎上學期第1名及下學期第2名，劉穎琳同學。上學期第2名以及下學期第3名，劉樂瑤同學。上學期第3名及下學期第1名，曾棠麗同學。請各位留步拍照，請再以熱烈嘅掌聲鼓勵獲獎嘅同學。多謝黃副校長。跟住落嚟，係會頒發6D 班學業獎全班第1至第3名，恭請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黎雪萍副校長頒獎，請周主任副校長繼續陪同。6D 班學業獎上學期第1名黃家聰同學。上學期第2名以及下學期第3名，廖潤鵬同學。上學期第3名以及下學期第1名，黃子朗同學。下學期第2名，黃佩詩同學。請各位留步拍照，請再以掌聲鼓勵獲獎嘅同學。多謝黎副校長。接住落嚟係會頒發各科嘅科長，恭請校友會主席李陽廣先生頒獎，請周主任副校長繼續陪同頒發。中文科長上學期6B 班霍俊樂同學。下學期6B 班陳潔彤同學。英文科長上學期6B 班陳正佑同學。下學期6B 班楊海瑤同學。
數學科長上學期 6B 班楊海耀同學，下學期 6B 班何海俊同學。常識科長上學期 6D 班陳海南同學，下學期 6A 班吳偉樂同學。請各位留步拍照。請再以掌聲鼓勵獲獎嘅同學。多謝李先生。而家頒發音體視傑出表現獎，恭請家教會副主席鄧慧燕女士頒獎。請周署任副校長陪同頒發。音樂傑出表現獎 6D 班黃貝詩同學， 6A 班麥子柔同學。6B 班李燕彤同學。體育傑出表現獎 6B 班霍俊樂同學。6A 班陳禮賢同學。同埋 6D 班盧卓南同學。視覺藝術傑出表現獎 6B 班陳傑彤同學。6B 班黃千婷同學。6B 班楊海耀同學。請各位留步拍照。請再以掌聲鼓勵獲獎嘅同學。多謝鄧女士。程序4畢業生授憑，恭請主禮嘉賓黎錦堂先生主持畢業